后来继续来看这个大问题。顶个月29号，第9届红照题门口经。周刊上新的报道讲，大问题虽然红收押禁见，但是也是会当看电视，所以大问题是开3500块买一台电视来掌握到案情。所以大问题知影，伊的少房柯志如也未回国，知影太太谭培琪开记者会。另外，伊嘛知影棒球12强赛，台湾摕到世界冠军。 主席不把金额超过1亿元是真的吗？民进党的主席郭文泰，顶个月29号第9摆红提信，面对着媒体关心，伊拢无啥表情。敢若早就知影外面的混混搅搅，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个法宝替伊掌握到案情的进度。拍开4寸大电视，有10台无线频道新闻甲综艺节目会当收看。根据周刊的报道，郭文泰虽然红收押禁见。 也毋过，敢若禁止伊通信，无规定伊袂当看电视，所以伊到北宿了后，无偌久就开3500买电视来看。为报道知影，小棒柯志如也未归国，但培琪开记者会，甚至搁伫世界棒球12强赛看台湾队摕冠军。郭文泰更加红野了讲，伊看比赛看甲真欢喜。透过电视，随时调整应信的策略，可能隔空对此讨论案情以及。 研拟后续的一个案件的发展。台北看守所中山社的位置中社上悬的3楼，前总统陈水扁甲国民党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拢捌互押来遮。外界阁捌谣讲，郭文泰来互关踮遮。严格根据周刊的报道，伊是住伫后一下。中山小三的进监房现在已经因为诈欺的太多了嘛，所以人满为患，关不下来。校医社的话，有特殊人物、公务员一些警察类的，他们不能跟一般关在一起，所以都要区隔开来。后一下有个号称作是保护社，因为关踮遮的人大部分背景较单纯，嘛较罕的有暴力犯罪行为，使用的状况相对稳定，嘛较袂有人身安全的风险。为了迎合上意，然后呢，符合长官的要求，从科幻小说写到言情小说。经发生案继续侦办。 郭文泰的4台电视，互伊会当看到外界风雨。虽然红旗压伫看守所内，自身的收容状况嘛，正做是关注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